位觀眾朋友，你們好。今集的上凡精選帶大家來到梨木樹，乘搭36X 這條上下凡路線。九巴36X 屬 36B 的特別班次，36B 同樣是由梨木樹開往佐敦，但行車時間相當長。乘搭36M 到葵芳轉港鐵去佐敦，倒比一程過的36B 快很多。於是運輸署在2014年建議，將提升36B 為特快路線36X，往佐敦及梨木樹方向分別改經西九龍走廊及呈祥道，預計往返旺角之車程較36B 節省約20至30分鐘。但建議遭區議會反對，最終36B 獲保留，只開辦新路線36X，於上午繁忙時間單向開往佐敦、道華路。九巴36X 於2015年6月29日開辦，最初只於星期一至五8點05分，由梨木樹開出一班車，途徑和宜合道運動場、梨木道、石梨、華園村、蝴蝶谷新村，再沿西九龍走廊到上海街、旺角、油麻地及佐敦。2018年終點遷往西九龍站，2019年再遷往尖沙咀東、摩地道及到達荔枝角道後，改經彌敦道及梳士巴利道前往尖東，不再途經上海街、佐敦道、海泓道及西九龍站巴士總站。2020年11月30日上午去程班次增至4班，並新增回程服務，於1至5下午由尖沙咀東、摩地道開出，經彌敦道及海泓道開往梨木樹。現時36X 由梨木樹開出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7點50分、8點10分、8點30分及8點50分，而由尖沙咀東、摩地道開出服務時間為下午6點及下午6點30分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不設服務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36X 只需56分鐘就到達摩地道啦。逼港鐵由葵芳站到尖東站都要30分鐘，而且梨木樹及北葵涌一帶遠離港鐵站，能一程過更快捷到達油尖旺一帶，是最方便快捷的首選吧。今集就到此為止了，多謝你們的收看，我們下集再見。